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我特别失去一个我爱的人，我嘛，特别失去一个我爱的人啊。安尼你敢袂惊？会，我想办法甲迄个人留落来哦。有啊，也毋过阮即个问题袂消失，做过较济，到最后结果也是同款，所以我选择投票，选择不要面对这个问题。我袂投票，我无介意别人抢我的物件，除非我无想要摕啊。也毋过安尼敢会颠倒想了搁较重？无的确会，无的确袂。费伫我嘛无要紧啊。这杯茶真正真好啉，互我的心情真平静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转去啊。我这钱免啊，这杯请你。多谢哦。明仔做伙加油。做伙加油，明仔载见。明仔见。交换。阴暗，多谢你陪我开讲。大家好，我是上爱恁的可可耶！恁敢知影我伫咧倒位？我即马就伫当然，新闻都会发表会现场。恁看后壁大海报是不是足好看？因为这个服装就是真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A 人设计，而且等下我的偶像国际 model 王子黎要伫遮走秀哦。这么啥款？我已经甲主持人对过稿、对过流程啊。目前交还真画好，衫嘛换好啊。助理当伫洗澡，准备换衫，一切进行拢 OK。是哦，做是感觉都会怪怪。有影无？我已经甲主持人对过几落摆啊。总监，你感觉倒位有问题？无代志，就是心内感觉怪怪。你问，我去休困室看一下。哦。老兄，今日这场真正就靠这几个网络红人哦，记者拢袂来哦。昨昏有联络几间网络媒体啦，因拢答应要来，结果一个人影拢无看到。唉，无法度，人比互咧送机票，咱哪拼会过了？这几个网络红人，还是陈总革命势力的关系才请着。这个高档的吼，有够凶的啦！一出手就要甲咱兴华舞倒。看起来，我要执行我的应变方案啊！应变方案？什么应变方案？找套路啊，替家己安排好退路。你
找什么头路啦？紧摕手机啊，看直播碰到一个。放心啦，我另外一支手机啊，早就准备好啊。你看，请你来。执行长，新运动发表会现场啥款？我拄则去看过啊，无啥物人，嘛无看到记者，干那网络红人咧直播。你找一寡人去现场，活动办得咱百会，这么冷清，咱嘛真见笑。什么代志？喂，拢几点嘛？你人咧？阮公司有工课咧处理，无影线我就过。你上好莫甲我迟到。等下阮爸、阮阿兄拢会来。你若是要互两家合作，较早有结果。今仔日就是你表现上好的机会。你即马是咧命令我心？对，咱两家想要合作，也毋过我毋是你的部下。你歹啥？我好心甲你提醒呢。若毋是因为你是阮男朋友，我才面都插你。惠利，20分钟了后，我伫门口等你。你上好甲我准时到，本小姐1分钟拢袂等你。执行长，请记在楼骹，随时当出发。哦。陈总监，大家辛苦啊！下面会有网络红人来甲助理抑阁交换访问，再请两位配合一下。我无问题。等一下交我换嘛无问题。啊？多谢。交换，是安怎无我讲？我想要问陈文琪，敢会当伫直播的时阵，专讲讲你将来要拍因的微电影，顺续宣传一下啊？敢要宣传，先看为家己的规划，问这创啥？我当然知影啊，所以我想要动用私人的交情，拜托陈文琪斗相共。阿平，以后公司分清楚，莫搁安尼做啊！啊？好，莫靠别人看我家己会呢吼。卡婷，过来一下。哦。你替我照顾交换，我去看遐个网络红人跟我熟悉。哦。还有我，交换甲陈文琪问题哦，真正一大条的。我就甲你讲嘛。好啊，你替我注意交换的状况。另外，我看原助理对你敢若真欣赏。你敢要找一个机会甲伊讲，请伊甲伊的经纪权用好啊？安尼，卡叔爱另外替你做代志。哎呀，即马讲钱就伤感情啊！若无卡叔代志成功，我就互你做原助理的经纪助理。真是啊？先讲。交换，我出去一下。拜托你了。真够啊！卡婷，麻烦甲我翕一张，我想要放在 IG。好啊。卡婷，麻烦你啊。哦，好。等一上台，我会提出做责任精神，希望你莫互我惊到。咱是战友，做伙配合作战啊！加油 ，fighting！交换，歹势啊，助理小姐。有一个网络红人想要拍咖啡的主题，你敢要去录一段，介绍你的咖啡厅？好，卡婷，照顾一下这个助理小姐哈。
者恁是咧创啥？翕相啊！翕相敢需要安尼？莫袂记哩哦，你还是陈文杰的男朋友呢。我也无创啥，而且甲同事安尼翕相真正常啊。进前嘛常常安尼啊，你拢无讲话。好，我问你，你甲陈文杰是毋是冤家啊？无啊。哪有可能？看恁讲话拢怪怪，气氛唔对。阿撇，我即马全心全意要准备上台，你莫讲这影响我的情绪好无？交还！多谢师傅。真浪漫哦！高档处理好，执行长临时有会议也未开卡，爱我送回给高档。祝你今日记者会圆满成功。什么？看什么？紧带我去找你执行长！莫生气啊，笑一下。因为我等下要去别个所在，会坐咧新运动发表会第一排，好好看你作秀。卡婷，麻烦你替我带烧水甲面的。好。易用嘞，我要哪会知影？莫伫遐假神假大。开遐样侪精神诱拐易用，就是为着要甲伊高甜，看家己敢有机会叫好野人，敢毋是？像你这种无命的马道，嘛毋看卖家叫鬼扭蛋，你想要做我甲易用之间的第三者，食较歹咧。高彩薇，你上好摸清楚向心向后。我甲易用做伙已经10年啊，伊嘛毋是无闹过新闻。你想要做我甲伊之间的第三者？我看至少也排到10几名后。像你这款呢，伊加加算3工就生啊。哦，我知影为什么易用要找你来安抚我甲伊之间的感情啊，因为你就是适合做替死鬼啊。想要动手，唔惊我告你伤害哦！你毋是无办记者会，敢讲开遐尔侪钱，甲媒体拢扯过去，就是要互因报道你无出现，却走来我这黑白来的新闻是哈？冤主理，好，你搞会记，我会互你后悔，你今日讲这话。喂，5分钟了，白人信。好。安怎？后悔啊？卡叔，你是要来甲我赔偿的？我甲你讲，袂付啊！你敢袂想伤济啊？你这种卡小踮伫咧遮，易用伊嘛袂差味，好无？电梯你家己坐啦。好，即摆对我边仔的是交还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交还。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是运动品牌的发表会，阮加行路加爬楼梯会当练身体。好，各位，等下阮就会翕助理甲交还伫后台准备就台画面，大家敢有足期待？哦， Oh, 马上就当看到国际马都玩助理啊！耶！
哎，这里！交还，哪有呢？选交还，金贤，交还。哪拢无人？感觉已经开始啊！我紧过。哎，无礼貌呢！已经叫救护车，我即马要去处理。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交还，偶像，警察已经叫救护车过来。因卡，因咧落的。叫我呀！有安怎无？叫我呀！哎，莫过来！这边唔通有代志，拜托啊！交还，交还，到底会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因两个互相对顶面跋落来啦。交还，交还，哎，总你监，真先莫甲卡吧，惊有第二届伤害啦。你好，你回来啊！总卡边发生第二届伤害。给我一个空间吼，多谢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路边下。请你来，陈县长，那会这样紧就转来？高档伊敢来找过你啊？我无看到伊啊，伊来创啥？伊不过陈县长，新闻中发表会议评出状况，原助理小姐甲另外一位 model 伫楼梯跋倒啊。助理有要紧吗？头敢会晕，袂，只是有淡薄想要吐。小等下替你做止吐会较好，应该无啥问题。暗时互伊好好休困，明仔早起阮替伊做检查。多谢医生。来，多谢哈。刚才你无代志，阮拢烦恼到要死。助理咧，伊有要紧无？伊真好，跳来无死，第死一个袂肉粽的，就是你即马这个状况。伊无代志就好。发表会啥款啊？暂时取消啊，到时阵看情形，才决定敢要停办。敢会耽误着新运动上市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因为我即马无时间去想这个。总监，可可的直播影片互传出去啊！即摆交还还阁有助理因跋倒的影片伫网络顶面世界传呢。毋是已经叫因甲影片退掉啊？因为是直播，我也有可能是有人录起来。无怪记者一直打电话来问，你去查看觅是倒一寡平台伫传，看敢有当主流版权，要求影片退掉。好，我即摆就去处理。你代志遮尔济，敢要等去处理？让我袂放心你。莫因为我影响公司，伊先爱我好好休困。恁伫遮会交了着我。对啊，我看你一直回消息，我拢开始紧张啊。恁伫遮后巴度处理代志啦，还是等去无用，则我来照顾。好，我明仔载来看你。交还就麻烦你啊。OK。咱等去公司。好。我嘛要挡袂牢啊！为着你紧张规工啊，哎呦，总算会当放心啊！哎，你可笑会出来啊？我就惊你会死呢！我无遮尔喜好无？交还，我拜托你们，什么代志拢第一个冲出去。你是安怎要去做肉饼啊？我去的时阵无想遮尔济，敢若伫咧想我一定要接到伊，无伊会受了搁较严重。
有要紧无？甲我惊死啊！你来创啥？唔惊，阁有记者看到？意外发生伫我的百货公司，我来关心，记者看到，佫会当讲啥？重要的是，你敢有安怎？我无代志啦，等一下就用出院啊。安尼就好。那遮里无说你啦？无说你，我是有人送落去的。像啥哩？高彩味啊！伊先早来休困室，甲我呛声，互我骂走，一定跟我无欢喜，所以就趁我落楼梯的时阵，甲我送落去。话袂闲，学袂讲。你敢有确定看到伊杀你？我是无确定看到伊动手啦，也毋过我确定是有人甲我送落去的啊。会安尼做的人，除了伊，阁有啥啊？恁百货公司毋是四界拢有监视器，你去查看嘛，一定查得到啊。好，你先冷静，我一定去查。也毋过咱即马无证据，千万袂当学袂讲，无效果会真严重啊！我知影，我也无讲啊。义勇，你答应我，这届一定要替我好好教示高彩味。你放心，若真是伊，我一定会为伊付出代价。你好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猫道交还的助理，我来替伊款物件。安尼，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保全部的主管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你敢有发现什么奇怪的所在？奇怪所在？无呢。啊，有一个查某囡仔风风光光走过来。迄个时间，敢若甲交还，还阁有珠梨拔落去，时间差不多。敢会记得伊生做啥款？生做啥款哦？我敢若会记得伊的目睭足大蕊，看起来足歹的。我会记得伊喷的香水是爱马仕香芋法布街24号。你人拢无看清楚，哪会记得伊喷什么香水啊？因为进前上化妆课的时阵，老师拢互阮鼻，而且我是好鼻塞，绝对袂误着。安尼，你阁有啥物要问的？无啊，多谢你。执行长，这是监视器的影片。真是高彩味杀猪梨。你去把监视器所有影片开掉。好。还阁有？是。迄个楼梯从来无倒过监视器。是，我知影。阿皮呀！大美女，你来伫遮？当然是来采访原助理的啊，毋过听讲已经出院啊。对啊，你的消息真慢呢。也毋过还阁恁交还啊？啊？听讲伊伤势足严重的，我等下敢愿意甲你去哩问伊几啊问题啊？医生讲也加休困，袂当采访啦，歹势哈哈。来啦，足慢呢。我行楼梯好啊。啊无，我采访你啦。采访我创啥？毋是我跋倒。莫安尼啦，阿平啊，我总是写小物件。要若无，我替恁交还加写一寡，顺便替伊拍广告，啊？好，
假如你答应替阮交还写的物件，比原住里搁较济，我接受你采访。无问题，你甲我斗3工，我嘛甲你斗3工。欣欣，是，就照拄则分配，大家分头进行。你先去处理甲影片摕到的代志。好，我知影。这2天的拼暝工，大家较辛苦诶。辛苦。公司的咖啡你唔啉就啉茶啦。多谢。我听欣欣讲交还真实啊。应该无代志啊。对了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想要甲你讨论。你讲。助理甲交还为楼梯搬来的代志，不管是新闻还是评论，拢无写好，大家拢在怪兴华无做好安全准备，才会造成意外。我嘛看到啊，尤其是直播影片传出去了后，批评甲搁较严重。搁有真侪人讲，是因为啥个关系才会害马道跋倒，敢爱发声明解说者？这款代志，敢若会愈讲愈害，解说无路用。假出这几天状况无改善，我建议互新运动然后一规则上市，莫伫这个时阵硬蹲的。我是思考过才甲你讲的，还未甲大家讲。也毋过安尼会造成真大的损失。我知影，也毋过这个损失总比勉强上市较细啊。我搁拍拼看卖，看敢会当挽救。过几天若是还袂用的，我会找阿姐就明芳甲你，做伙讨论这个想法。好，不管你要安怎做，我拢支持你。多谢。你无用啦。对了，阮助理的跋倒，敢真是意外？无咧。伊是一个专业的 model， 迄天穿的阁是运动的，哪会跋干呢？可能是涂骹伤骨啦，或者是伊迄个时阵行路伫想代志，不管是啥物原因，飞碟拢已经跋倒啊，嘛无可能是有人跳江杀伊啊。应该是袂啦，可能是我想济。总监，安怎？我有传一个影片的网址互你，你有看到无？是毋是直播影片互转发出去啊？毋是，是一个拄出来的网络新闻，我感觉你上好看者。好。交还伊跋倒，马上就昏去啊！哇，甲我惊死啊！我讲交还，我马上去看伊，结果就发现涂骹足重的，交还头就啪撞着涂骹，你知影无？而且原助理身体重量缀伫交还身上，哦，真恐怖的。安尼恁敢会告兴华啊？亲像兴华这大公司，阮会当5十里块啦。所以恁是有压力性。阮做这道的就是好奇心在。马道跋倒，新运动发表会发生意外，这个记者实在足无创意的，应该爱写无名马道原助理狂卡巧，并自下了了，连一张相片都无。直接看一张字母拍伫涂骹的相片就好啊，安尼较有人看。哎，这间广告袂用，抽掉好啊。古董，老子现场来啊！警察入来。是。在车窗上，爱马仕香玉法布街24号。袂歹哦，知影这是我上喜欢的香水。要毋过你莫聊怎安尼，我就会原谅你帮我混搅。除非你即马甲我跪回去咧。
我无需要回息嘞。你无回息来来找我创啥？哼，看来你的合作生意嘛，干那安尼尔。不要紧，我明仔载就去找阮爸，叫伊取消甲恁万普的合作。无法度，咱的合作搁要继续落去。刘义勇，敢要合作，敢是你讲了准算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我应该在你摕随身机的时阵就提醒你，要不过看你显出来就无讲。我够有比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既然你要甲恁爸斗，安尼我是不是应该互伊先欣赏这段影片？啊，唔对唔对，我应该先交互警察或者是媒体，互伊对其他的所在欣赏伊查某囝到底做啥物戆代志。哎呦，我唔是挑工要害迄只弟，唔是挑工要害原助理受伤的，是家己对我讲话伤超过，我真生气，就一时匆忙去解杀，谁知伊家己无还好挂落去。刘义勇，你应该知影，这件代志若是公开，对咱两家拢无好处，对无？所以，你上好到这为止，紧甲其他优比拢摕掉。你莫阁命令我，即马唔管你讲啥物拢无效，假使无想要逼空，就和咱两家的合作继续进行。也阁有，以后离原处离较远的，嘛莫阁摕结婚来威胁我。你真是要为着迄个查某，无爱管咱的婚事？你补好清楚，即马情势改变啊，接下来要安怎做，我来决定。你乖乖配合。交还金钱。我好笑。警察叫救护车未？一定靠啊！敢讲这是敢是去啊？交还甲助理在遮跋倒。网络红人应该是徛在遮。并无感情。啥物代志？好，请伊入来。执行长，张总监来啊。老执行长，歹势，雄雄来叫了你，莫安尼讲，请坐。好。张总监来是为了发表会议意外性，无毋对。阮公司为了这件代志，当咧检讨，也毋过有几个问题，我想要问清楚，所以来请教你。
只要我会当斗相共做你开喙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出代志的迄个楼站，敢有到干失去？张总监，我相信你应该先去遐看过啊。你敢有看到干失去？无。要毋过我有去其他的楼站看过，同款的位拢有到干失去，只有出代志迄个楼站无，所以我有淡薄好奇。哦，可能因为迄个楼站贵宾是较济，你嘛知影，贵宾真注重运输，所以一直拢无到。是对于一开始就无到，还是最近才拆掉？因为我发现迄道标有调查过，而且还有报过婚约。哦，真是啊！像阮万铺百货规模这么大，有时阵公务部补一壁插油菜，这真正常啊。还是你需要我甲公务部的主管叫来，互你问者？虽然较麻烦，也毋过为了配合张总监，无问题。是免这么搞工啦，我只是想要确定一下，歹势哦，耽误你宝贵时间。发生这种意外，我嘛真遗憾。我有交代，新运动专柜这个月租金免纳，嘛代表万铺的生意。安尼真正就感谢你，来啦，志英叫我先来去。好，我送你，免啦，你无用。请司机准备车，我出去去。啥款？敢有查敢失去？我想过啊，只要摕到证据，我一定要告互伊死，互郭彩薇赔我一大笔的钱。毋对。爱赔钱伤个办意义啊！一定爱互伊坐家，互伊试看嘛，千金大小姐落魄的滋味。我确实摕到感失去的鸦片，也毋过我抬掉啊。你为啥要抬掉啊？真无简单，有机会用好啊修理郭彩薇。无需要安尼，你好好想看卖。这件代志若是闹大，对谁有好处？至少我会出一口气啊！你出一口气，然后呢？大家拢会知影我甲你的关系，知影你甲另外一个查某因为我在食醋，遐媒体会摕这件代志来炒新闻，安尼对你的形象敢袂有影响？我无要紧，惠弟我已经要退休啊！好，也毋过若是阮爸。知影我为着你，甲国家的关系侮害去，我就免接班啊！敢若为着出一口气，失去这一切，敢有价值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敢若为着出一口气，失去这一切，敢有价值？我已经警告郭彩薇，叫伊离你较远的。我甲你保证，伊绝对袂过来烦你。助理，既然你无代志，安尼就交斗相共，当作这一切拢无发生过，好无？什么叫无代志啊？我会发表会，互伊侮害去安尼，我差一点仔连命都无啊！这叫无代志哦。助理，你莫卡我啦！其实讲遮尔多，你敢若要紧你的事业，就算讲我叫伊搬死啊，你嘛无要紧对无？你即马就已经牺牲我，你搁甲我讲什么未来啊？你搁来啊？你敢会莫逐摆拢安尼？
我做这决定，就是为着咱两个未来。你敢会当相信我？我就是大概我拢相信你，我大概拢忍耐，我大概拢退让，到今仔日我才知影，原来你会当直接甲我牺牲，你叫我是要拢相信你咧。老义勇，你永远拢敢若想到你家己啦尔。你煞袂？我哪讲你拢唔听，你爱安怎想就安怎想啦。李白，但总监，我专工要咖啡来互你，请恁。你无伫咧病院照顾交关，走来创啥？无啦，你最近拢无啉交换咖啡，一定足空虚的，所以我要即间的咖啡，我想讲先送来互你，然后再去病院。虽然这咖啡甲交换的袂比的，啊，不过在我心内嘛算是第二名。你啉看觅啦。莫来这套，你毋是讲兴华是大公司，就想要顾阮呢？冤枉哦，真正是冤枉！我无安尼讲啦，我原本是讲就兴华这大的公司，对阮又个足照顾的。若是换别间公司哦，我会当顾早就顾啊啦。所以其实我本来意思是对兴华足感激，想袂到记者黑白家改变我的意思，真正是误会。金雕龙，你是头一工做经纪人哦？感觉你毋知影记者本来就是安尼心。我头有够疼，你搁去接受访问，遐才天花道哦！我真正要互你害死！我要开会，即摆所有人拢伫看我到底要安怎收煞。也是我缀你去开会，提供建议，将讲小做。但毋记，但总监，这杯是你的，歹势甲大家添麻烦啊！我请大家啉咖啡。艾伦大叔，这杯咖啡是。提走！唔知影咖啡会刺激到我。第一个世界品牌就拄到这款代志，真衰！好，我知影大家心情拢真歹，也毋过咱无时间为过去的生活后悔。欣欣，你甲即摆状况，甲大家报告一下。是，有人讲朱莉是因为你要无红啊，才想要用跋倒来炒新闻。拜托诶，阮主理呢，搁做马道呢，敢需要靠跋倒来炒新闻？阁有人讲是因为新运动的服装设计无好，才会害朱莉跋倒。状况搁重，拢差不多啊，敢无任何的改善？有一个较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即马伫网络顶面，愈来愈侪人伫咧讨论交换。啊？交换哦？即马大家已经开始在找，讲要找出朱莉跋倒的时阵救的迄个英雄。我才有收集几个人的评论，有一个人讲，迄个查某的足缘投的，甲韩剧的欧巴同款，足有气魄的。另外一个人讲，我嘛足想要像安尼红染嘞，偶像剧的浪漫剧情竟然真实发生啊！希望迄个英雄无代志。对，还阁有可可红世界团的直播影片，其中一个已经互看超过50万摆啊！搁较厉害的是，阁有人找到朱莉以前在交换咖啡厅打开相片，证明英雄救命迄个人就是交换。所以，阮的建议是，既然大家对交换这么有兴趣，咱不如就趁这个机会，把重点转往交换英雄救命顶面。安尼好，而且交换明仔载哦，就会当出院啊。不管你要开记者会，还是要专访，阮拢全力配合，全力配合。也毋过阮烦恼，敢若靠交换一个人，可能无法度吸引到伤侪传统媒体的注意。敢若靠交换一个人，当然袂用呢。假使加上助理，绝对无问题。交换，互我靠一个好无？查某人嘛，
真事有时阵较脆弱，就较会。哎呀，你一定知影啦。要我无介意用炒新闻的方式来宣传。敢讲伊真是介意你？是因为你的经纪人我爱警告你，头家会毁掉你的事业哦。你就当做是演一出戏，你只要配合甲助理参加几场活动，无遐尼困难啦。你若是阮女朋友，真实的，这款戏我真是搬袂落去。要毋过你若是阮头家，公事公办啊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